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搞个好歹，吃过功了，鸟票价少本。你今日与我说清楚，到底做下什么错事向亲家休书为盟？你今日要是不说清楚，我打死你！女儿没有做错事，没有连这样休书都为了啊！什么有？爹，只为女儿上桥，一路颠簸在花桥中做了一个梦。母亲嫌你们辜负我失事不通，她收来了一个娘娘，为了一只马桶，她叫我方便在马桶之内。谁知我醒来竟然方便在花桥之内了。什么？伯伯就是我有病，就借我一封休书，送回娘家了。就是一只猫，方便在花桥，人家就把你休回来了。这是荒唐！什么人家？梦啊，你告诉爹，爹烈性你不能说谎。这是真的，你儿怎么会欺骗老母？是嘞，是嘞，都是爹不好啊，没有问明清楚就打你。你放心，要是真的为了这点小事把你休回来，像周上家爹外不忠于你，回来就回来，爹养你。来来讲，元君啊，休家不是神啊，这点小事怎么能休回来呢？小事？吃了几说了？我小事，吃了刚强刚大了喂，我在了饺子里向我是小事啊！你怎么我就啊！你怎么帮上家说啊？范进这样的人家，我否不讲。放心，你就在家中爹替你养老。娘的，我不同意。你不作书，家里我作主。我出去个奶，他出去个死。我做主，我家大本事做主。好哟。少酒心啊，不负心啊！16年之前，我夫妻恩爱，自从搿只少酒心调进来，害我一个东乡跑，一个西乡跑，整整分开16年。我好不容易过出去，我让老官讲我好转去哦，我一转了哦。好哟，搿么人讲我娘帮我，娘帮我去死。我死不活，我就破破死碎死啊！母亲，他死不了。搿良心都笑啦！我要去碰死么哪不了哪一记啊？好哟，巴不得我死我偏偏不去死，我为娘过去，自个一个月半个月